真侪人拢认为讲姜标是比较传统的，不过即摆有一位少年人叫做陈鸿辉，伊使用台语文设计真侪晚近生活的文案，搁伫咧网络社群平台做宣传，互信仰甲社会议题产生关联，也希望讲少年辈对传统甲台语的传承有更较深的认识。投票箱含添油香、非洲地质议题，也有挂水案预防新冠肺炎。用生活化方式宣传各种重大议题，这个文宣创作者拢是这位伫传统姜标做网络社群编辑的陈鸿辉。比如讲 Facebook 的面顶有足侪少年人，因可能各种社团或者是讲同温站、同温层，因会讨论一寡社会议题。我感觉这若是以庙宇的角度的立场来去宣传这款价值的话，我感觉是袂歹的。陈鸿辉讲，一般人看到新名单，拢感觉内底会有变身啊。伊希望用参一般庙宇较无共的宣传方式，互大众知影，地方的新名单对社会嘛是真关心。尤其伊嘛发现真侪少年人想要来参与，虽然为台语袂练长，甲传统文化接袂起来。有一天，这囡仔若袂晓台语，伊要重新来学这个发咒的时阵，也足痛苦的。所以共同会当来推广台语，互大家慢慢找回这个兴趣，去把这个文化继续甲伊传落去安尼。即阵庙宇甲台语文引起注意，但其实伫古早时代，真侪姜庙有咧架册。另外，真侪庙口的歌戏表演，并到彩绘，有真深的教育意义。咱伫个电影里，咱会使看到庙宇一定有做这个顶头，顶头就是传统表演艺术。基本上庙宇伊就是一个文化中心，教你这个美术的物件，伊教你传统表演艺术的工课安尼，所以如过去甲即摆，伊拢有一个足深的这个教育的意义伫遐。历史悠久的民间信仰，要安怎甲顶一代经验和新一代活力合做伙？少年辈用新时代的方式，将传统文化、本土语言放来网络顶，成功引起讨论。记者杨淑晴、曾佩文、谢桂林、新北市报道。